識字有方法。立，有小紅人張開手站在板子上，立字像人站在平地上，筆畫直直的很穩，就像立字表示站立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立立立。走，有小紅人戴着帽子大步走，走字上面是土，像小土堆，下面像兩隻邁開的小腳啊，就像走字表示走路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走走走。方，有紅色菱形和長條組成的圖案，方字上面像尖尖的小屋頂，下面是黃折鈎和撇，拼起來像方方的小盒子，就像方字表示形狀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方方方。坐，有兩個小紅人坐在蹺蹺板上，坐字中間是土，像小土塊，兩邊像兩個張開腿的小人兒，就像兩個人坐在土上，對應坐字表示坐下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坐坐坐。半，有被分成一半的麵包，半字上面是像分開的麵包板，下面是一像托着麵包的小盤子，就像麵包被一分成兩板，對應半字表示分兩份取一份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半半半。學會漢字。立，走，方，坐，半。